我哋下一位選手李俊樂，有請。呢位選手犀利啊！啱啱最新加盟咗我哋 C3YOYO Design 嘅 Nova Force， 年紀輕輕，今年只有10歲，但係已經玩咗2年半嘅瑤瑤啊！我哋俾多少少時間俾咗個準備先。咁亦都請下2位選手江燕妮同盧靜雅去到台側邊準備。視頻 ready， 音樂 ready， 舞步 ready， 選手 ready。咁啊，觀眾都俾多啲掌聲同鼓勵啦。2026世界電影大賽香港區冠軍賽新星組決賽，李俊樂。